议会定期会3号进行教育局的工作报告，当中议员王嘉珍表示，因为学校接到行政命令，要求各校依照规模，和3成到6成的老师接受英语认证，而且只要会晓80句课式英语，就当得到认证。某老师纷纷向伊申请。议员认为，这款的做法都要增加老师压力，也是英语师资不足的表明功夫，要求教育局检讨。律师局长澄清，该命令是沟通不合适造成误解。为什么我们的英语师资那么的欠缺？那你们只会要师资，没有从根本面向考虑到何以英语师资那么欠缺？去年你们是不是一起成长？对不起，你说一下怎么样？课室英语啊，或许大家不了解啊。我们的英语有领域，就是说，好，我艺术人文或是健体，它把它设定为领域双语。领域双语不等于全英语，这个第一个要厘清。第二个，课室英语，所以你刚刚的60%，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，他叫学生齐坐下，或是指导学生，那个像900句型一样，就一句一句，那个不是老师。老师全部都要会。English is OK， 就可以 meet your requirement。对啊，他就是你的意思是这样是吗？跟得上讲几句就好了。说我要澄清。针对上议甲海师资专收112位，不过某议员不满资源集中市区，山区偏乡的小校连1位拢无。除了这个争取要求照顾偏乡，嘛针对山区学生的英语平均成绩只有50几分。议员认为，因嘛需要沉浸式的教学，对日常生活无形当中来提升学习效果。台湾新闻军事林英根采访报道。